受到方面的影响哦，我岛西部地区的天气是变甲真无稳定。气象署嘛发布西北雨特报，像北甲宜兰哦，拢会落大雨。气象署嘛呼吁民众哦，尽量就莫去山区。有气象专家嘛提醒讲，这波方面会停一困啊。今仔个明仔载2天哦，各地拢爱注意会熊熊落大水雨。前气象局长陈明典嘛伫面册发文提醒讲，会有线状的对流，所以这波的雨水会增高。到台北地区要中昼的时阵，天色转暗，大雷雨、搁雷击，天气是真无稳定。西半部地区嘛开始有减少的降雨，青沙开始受到地流方面的影响。西半部亲像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天气无稳定。过昼的时阵，东部地区和各地山区嘛有局部雨，对雷达回报度会当清楚看到云系接近。前气象局长陈明典嘛发文提醒讲，线状对流系统接近，若是有细呐，会有一阵大风大雨。通过再加上一些热力作用，中午过后，东半部地区也会开始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，所以提醒大家，其实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。拜三开始，各地天气拢袂稳，西半部含山区过昼的雨势真大。拜四方面，对北往南过程，宜花地区伫过昼雨势搁较明显。拜五到拜六方面渐渐愈远，但是水汽同款侪。南部东半部是继续落雨。气象专家提醒讲，这波地流方面雪的速度慢，影响较久，嘛要注意伊做伙来的强阵风。特别是西半部地区，它不只有短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，那甚至于随着锋面的移入，还会有强劲的阵风。专家提醒讲，锋面渐渐往南刷了后，水汽还未完全离开，接落来，阁有华南分府大市接替移入，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要注意连续几天的降雨，嘛避免去山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